17号上午，东西日本一带刺眼阳光令路上行人几乎睁不开眼，即使穿上短袖出门，还是一下子就汗流浃背。日本全国各地受大范围高气压笼罩以及晴朗天气影响，从京都、长野到鸟取等地，纷纷出现25度以上高温。なんかいつもより暑いような感じがします。このまま夏になっちゃうのは嫌だな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。日本各地眨眼间从春天转为盛夏，而到了17号午后，气温又更进一步上升。从西日本的大分、三重到临近日本海的鸟取等地，纷纷来到27至29度左右，足足是往年5月下旬至6月下旬左右的温度。面对气温高低起伏剧烈，气象单位除了提醒民众请补充水分外，由于各地入夜之后气温又可能大幅下滑，民众也要多加留意激烈温差对身体造成影响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